和主办的韩红爱心祈福百人援疆公益活动在北京正式启动。此次百人援疆公益活动是韩红爱心团队继百人援藏、百人援蒙之后，再次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医疗和教育援助。而就在近日，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、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，对全军和武警部队提出明确要求，严格控制军队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。当韩红被问到是否还会参加第2季《梦之声》时，他并未明确地给出答案，只表示作为一名军人，其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、听指挥，他也会按照总政的规定对自己的工作做出相应的调整。我肯定是要按照总政的规定，也按照国家的规定去完成我的工作和调整我的工作。我想作为一个军人来说，服从命令是天职。有打算加盟第3季？你去问总政吧。